台东市区有一间开业为半泽世纪嘅帆布老店嘅，看起来佢唔大眼哦。不过第二台用对帆布嘅热情，韩国服务嘅精神，继续善忙嘅经营。虽然时代改变呢，农业运输业冇用按到嘅防水帆布嘅，头家两公婆还系客制化，配合乡亲嘅需求，还开发新产品。故所更加许多后生人为了交关哦，尤其各种色又香又防水嘅帆布包。归属游客分享。台东市区有一间小小传统帆布店，传到第二代，作为50年。意想唔到的是，伊是要解决乡亲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哦。今日就有乡亲来买应景的茶叶的。都係較袂澎湃啲啊，落雨啊，無攏會生生啊。以下位又有乡親看論加拿貨市推，愛搶頭價騰漲。这个是装板子啦，它这个是装三脚架跟那个电动机。那你都来这边，老主顾了，大概认识30几年了。他妈妈的时候就认识了，这第2代了。就连阿兵哥用的不碰发也没送到雅家嘅來。像那个阿兵哥他有问题，他也是跑过来，我们就一定要处理。他有的没办法报销，那一定要去重新去帮他做，我们就要帮他弄。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工作，不是像一般公司行号，就是说我们做新的东西主动去销出去，我们是要等客人来才有办法做。农擺傳統農業、運輸業如果大量使用帆布，不過談論時代轉變又冇按到位，帆布行過不將加速地位偏行。那个社会形态改变，不在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以农业为主，然后再来运输业，那现在已经这些都转型了，也没有所谓的大宗，那就是做这个就是市面上所需要的东西，我们再来做这样。店行青島專門做帆布嘅機器六九嘅 ，QQ 嘅機器雖然係配做，每做冇幾多東西，頭家還係唔判得推的問題。這個都叫機眼寮，然後它有大小，那是因為小的是我們在用在這部分，大的話我們就用在卡車的帆布上面。這樣店行刁難各種各樣嘅帆布包，如係頭家兩公婆自家做嘅，有一等人下嘅樣式，其實對加拿大市推發展來嘅。剛開始就是公賣局在配送那個煙的時候，那個所謂的煙袋，有那個什麼公賣局的那個 logo 在上面，這樣的。然後那慢慢的就是這個當做公祭袋。農用的時候，他們就會裝農劑啊、農藥什麼的。大大細細個小小的帆布推，其實係學生嘅稀鬆潮水嘅課，將會打色卡邦嘅能油嘅產品。然後現在就因為很多妹妹就喜歡玩水，就會用帶這個東西。現在會流行出來，是因為那些妹妹的關係。細細片動推用帆布來做，對做阿美嘅人來講，會寫是出國利片呢。媽媽一天到晚在清洗，很累，就用擦的就可以了，就是才會有這樣的變得是做成圓的啦，還有這種方的，還有扁平的這樣的3種這樣。功能性較強嘅帆布推，韓國較單元嘅配色，尤其家嘅風格唔會同平人共用，特別受到觀光人他嘅歡迎。哇，沒有看過顏色這麼鮮豔的，然後也蠻有現代感的，對，然後就記得了這個在台東有這個帆布行。對啊，這邊的顏色變化，還有那個樣式、尺寸更多的變化，對。然後可能這種斜背的感覺更年輕化一點，不會說因為是帆布材質，然後是阿嬷在背還是媽媽背的，所以這種應該是比較喜歡啊，因為它還有做拉鏈扣子設計，所以就更防水，出外帶也比較方便，不會像
题菜篮。对，就是年轻人他们来，因为认为说这些东西是比较怎样呢？标新立异的东西，比拿 LV 还要好又实在，所以他们会来。那这一方面又要感谢这些学生，尤其是当地原住民的小孩，因为他们用颜色很大胆，就是这样子大胆的用色，大胆的去使用这些的，才变成流行。无强用的材质做出各种各样、设计款的帆布包，为受人客欢迎。不过调价坚持唔够工厂量产，用手工自家来查来做。老帆布店喺创意同传统当中，寻到平衡点，也每本时代嘅潮流来模特。